等一下，我们这是 A 还是什么 P A A， 我的 A 跟你们不一样，不要学我写你们的 A 给你看。来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下面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他们有一横，我还没写。然后这样，然后一横。这样。对，然后不会英文名字的问你隔壁。一横。可以写完写什么？ 好 L 写完大写写小写，你就不要写错哦。没有啊。写错就很糟，自己一直往下写的，我等一下看你写对还写错哦。我们现在只有写到 L 而已哦。L， 好 ，L 写完的可以写 M， 麦当劳的 M。我写错吗？我等一下再告诉你。我等下去拿棍子。来，是这里错了。L 写 L 啊，怎么还没写 ？L 不会写吗 ？L 怎么写？来教他一下。L 就是这个有没有 L？ 然后它这个对。这里，然后这个，好 ，M 写完的人写什么？你还没有写 M。L 写 L。你们两个一直讲，会不会不教他？你们那么强，教他一下好不好 ？L 写完的人写 M。然后来，写完的交过来，写完的交过来，不行。写完的交过来。你爱写就先交给我嘛。